球，我再陪你玩篮球嘛。哎呦，那为什么不是你先陪我玩篮球，等一下再陪你玩躲避球呢？先玩躲避球，先玩篮球，躲避球，篮球，躲避球，好捏的，热哦！啊，又在吵架了，这两个小家伙。好啦，你们又在吵什么呢？彤彤姐姐，我要点点先陪我玩躲避球，可是点点要我先跟他玩篮球。哎呦，那点点你就先陪亮亮玩3 PQ 嘛。啊，3 PQ 是什么啊？3 PQ 就是躲避球啊。不要哦。那亮亮，我们先玩篮球好不好？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啊？篮球就是篮球啊。我要玩篮球、躲避球、篮球、躲避球、篮球、躲避球、篮球。不要玩篮球，也不要玩3 PQ， 我们来玩羽毛球，羽毛球好不好？点点，我觉得篮球也不错哎。那我们还是玩躲避球好了。对啊，陪我玩羽毛球啦。篮球，篮球，篮球，篮球。点点，你会玩篮球吗？哦，彤彤姐姐，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我现在是篮球校队的。3 PQ 躲避球，3 PQ 躲避球。彤彤姐姐，我们来玩3 PQ 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我最喜欢玩3 PQ 了。羽毛球，羽毛球，羽毛球，羽毛球。点点，想不想玩羽毛球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我们赶快出发。3 PQ 篮球、羽毛球，小朋友要多多运动，有益身体健康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罗亮。